男，你把我脸打成这样，是打算下辈子要养我吗？敢跟南哥这么说话，好死呢！小克，怎么跟九哥说话了？阿九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非扯淡。现在我阿南做主，叶小白死了，世道变了。叶小白死了，把这个给我签了，你就可以安心退休了。干娘娘，把我叶小白，我操你啊！廖学斌，廖学斌，什么？小白走了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，你先别急着哭嘛。小白这人我是了解的，如果他真的离开中海，我是应该会知道的。阿南说他出去躲情债去了。不，你不要听那王八蛋乱讲话好不好？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。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你别乱说话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没有人接。喂，在哪里啊？哦，知道了。林哥，那天阿南带着一群人来夜饮酒吧，我还以为跟往常一样，哪知道他要抢夜饮酒吧。阿南现在跟光头党联合在一起，势力非常强大，你单枪匹马绝对是不可以的。小白呢？小白为什么不管？小白，他说啊！我听人说，他被光头党追杀，从滨海公路的悬崖上摔了下去。